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嘅講題咧係知足常樂。今日咧我哋睇睇聖經人物嘅知足。聖經人物嘅知足咧，同世上嘅人物咧係唔同嘅，係完全截然不同嘅。聖經嘅約伯啊，俾我哋一個典範嘅知足嘅例子嘅。約伯咧係一個義人，佢敬畏神，又遠離惡事。咁咧神賜俾佢一個幸福家庭。佢有一個妻子，10個兒女，佢有財富滿溢，係當時東方嘅首富。佢咧係當時地上嘅最受祝福嘅一個人。咁有一日咧，神要試煉佢，神咧就批准撒旦魔鬼嘅請求，讓撒旦魔鬼咧去攻擊佢。咁於是咧，佢接二連三咧就經歷到嚴峻嘅考驗啦。嗱，首先咧，佢嘅牛同埋母驢啊，係突然被搶。當時嗰啲牲畜啊、牛啊、母驢啊、羊啊、駱駝啊等等係好寶貴嘅資產嚟嘅。咁佢所有嘅牛同母驢咧，突然被呢個土匪咧係搶走。佢嘅僕人咧亦都被殺害。咁喺佢未有時間吸收呢個信息之前咧，另外一個信差咧又帶來一個壞消息，就係咧一個自然災害啊，又吞滅咗佢嘅羊群同埋牧羊人。佢嘅駱駝咧，亦都被擄去。咁最後咧，喺佢最令到佢悲痛欲絕嘅事情咧，就係佢10個兒女啊，喺一個狂風中咧，全都喪命。嗱，喺經歷連環災難之後啊，佢一夜間咧財富盡失，10個兒女咧全都喪命。約伯咧並冇對神有任何怨言喎。反而俯伏喺地上咧敬拜神，令人好驚訝、好驚奇嘅咧，就係佢喺剛剛經歷咗生命嘅至大災禍嘅時候咧，佢仍然感到知足嘅。事實啊，當神係從佢手中奪走一切嘅時候咧，當佢一無所有嘅時候咧，喺佢經歷浩劫嘅時刻啊，佢不離不棄，讚美神，確認神咧係全權神。神咧係完全掌管一切。嗱，當然啊，喺呢個時候嘅讚美同埋敬拜咧，係極之難能可貴嘅，係神所貴重嘅。嗱，我哋睇睇喎，喺經歷浩劫之後咧，約伯嘅反應咧，記錄喺約伯記1章20同21節喎。約伯記咁講嘅喎，約伯就起來，撕裂外袍，剃了頭，俯伏在地敬拜，說：我赤身出於母胎，也必赤身歸回。賞賜的是耶和華，收取的也是耶和華。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。好，咁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繼續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